第10位，陳冠希。佢曾經被譽為係香港最靚仔嘅美少年，不過點解只係排第10呢？因為社紅喵對佢完全冇心動嘅感覺，只不過係理性上認同佢係好靚仔啫。陳冠希係喺1980年10月7號出世嘅，而佢嘅爸爸係著名嘅商人陳澤文，而佢係加拿大籍華人，仲精通英文、廣東話同埋普通話添。社紅喵，點解你廢人哋咁多㗎？你除咗精通廣東話之外，其他都係半桶水。大家唔好理嗰隻文文喵住。喺2000年嘅時候呢，陳冠希就以電影《特警新人類2》出道，而且迅速成為香港娛樂圈嘅焦點添。之後佢仲參演過多部著名嘅電影，例如《無間道》啦、頭文字 D 同埋《狗咬狗》。除咗演戲之外，佢仲識得唱歌㗎，而且仲發行過多張嘅粵語、國語同埋英語嘅專輯。而且佢仲好有潮流嘅觸覺同埋商業頭腦，更加係時尚品牌 COT 嘅創辦人之一。不過好可惜嘅就係喺2008年爆發咗私密照片外泄事件，令到陳冠希被逼離開娛樂圈。不過幾年之後，佢就重新以創業家嘅身份企返起身。佢靚仔得嚟，有混血兒嘅五官同埋叛逆嘅形象，令到佢成為咗2000年代香港青春偶像嘅代表人物。佢而家呢就主要活躍於時尚同埋設計界，已經比較少做娛樂圈嘅嘢㗎喇。而家呢，陳冠希已經被譽為香港最具個人風格同埋影響力嘅潮流人物之一啦。而家嘅陳冠希已經修心養性啦，仲同名模秦舒培生咗一個女，成為咗一個好爸爸。第9位，謝霆鋒。其實謝霆鋒真係幾靚仔噶，不過唔知點解佢嘅氣質永遠都係帶點 MK， 所以只係排第9。謝霆鋒係喺1980年8月29號出世嘅，而且係出生於一個演藝世家。佢爹哋謝賢同埋媽咪狄波拉都係大明星嚟噶，受到佢哋嘅優良遺傳，謝霆鋒由好細個開始已經星味十足噶啦。而佢喺16歲嘅時候以歌手身份出道，因為外形俊朗而且帶點 MK 風格，迅速就成為咗年青人嘅偶像啦。不過謝霆鋒唔係淨係 sell 靚仔噶，佢仲識得作曲、彈吉他同埋唱歌。佢仲推出過一啲好受歡迎嘅音樂作品，例如《玉蝴蝶》同埋《潛龍勿用》。而佢亦都參演過多部電影作品噶，例如《新警察故事》、《證人》同埋《線人》。而佢嘅演技亦都越嚟越成熟，得到好多人嘅肯定。不過呢，佢後生嘅時候嘅情緒係比較激動，同埋性格亦都比較叛逆嘅，所以佢試過喺演唱會上面砸吉他，呢樣嘢仲成為咗當年嘅娛樂圈熱話，亦都係佢俾人話 MK 嘅其中一個原因。而喺2002年嘅時候，謝霆鋒更加捲入頂包案，涉嫌喺車禍之後叫助手頂替佢嘅司機身份，引發社會嘅關注，而佢嘅形象亦都一度受挫。不過後嚟佢憑住對電影嘅熱誠，就成立咗一間電影後期製作公司 P.O. 朝廷。公司嘅業務專注於 3D 視覺特效同埋剪接服務。佢間公司仲參與多部嘅中港大製作，
展示出佢精明嘅商業頭腦同埋創意實力。而謝霆鋒嘅感情生活亦都多姿多彩。佢同女演員張柏芝結咗婚之後就生咗2個仔，後嚟佢哋2個就和平離婚，直至到今時今日，謝霆鋒都仍然維持住同2個仔嘅親密關係。而佢兜兜轉轉都係返去王菲嘅身邊，最終佢哋呢一對姊弟戀亦都喺2014年度復合。近年謝霆鋒就轉戰美食界，仲創立咗風味品牌，親自掌廚，變咗一個出名嘅大廚師，成功由偶像蛻變為成熟型嘅型男代表。第8位，林志豪，佢係喺1970年3月20號喺台灣高雄出世嘅。喺1995年就嚟到香港發展，佢就喺亞視嘅劇集《精武門》入面飾演一個日本武術家石井英明。佢俊朗嘅外形同埋帶點酷嘅氣質，驚艷咗一眾觀眾，堪稱為滄海遺珠。林志豪喺《精武門》入邊嘅美貌令人難忘，直至到今時今日，都不斷俾我哋啲網民提起，認為佢係經典靚仔嘅代表。不過喺當年佢嘅名氣係一啲都唔突出噶，因為佢身處於亞視一個藥台入邊，真係生不逢時，咁就錯失咗一個更大嘅舞台啦。不過隨住網絡嘅興起，越嚟越多人講翻以前嘅電視劇。以前仲係細路仔嘅觀眾，變咗做大人之後，個個都紛紛留言感嘆，話：咦，以前竟然冇留意佢原來係咁靚仔噶。佢係嗰種喺未有社交媒體嘅年代被忽略嘅美男。而間佢終於有機會被我哋重新認識同埋讚賞。雖然佢係台灣人，但係佢最黃金嘅演藝時期同埋代表作品都係嚟自於香港，所以我可以理直氣壯將佢放入呢個名單入邊啦。離開咗香港之後，佢就翻去台灣演一啲本土劇，直至到今時今日仍然活躍於演藝圈噶。第7位，爾冬陞。爾冬陞係喺1957年12月28日出世嘅，而佢爸爸係著名嘅演員爾光，而佢同母異父嘅哥哥係秦沛同埋姜大衛，而佢擁有漢族、滿族同埋蒙古族嘅血統，外形俊朗，五官立體，氣質優雅得嚟，帶點英氣，非常有文藝氣息噶。爾冬陞喺上世紀70年代以演員身份出道，佢以《三少爺的劍》同埋《流星蝴蝶劍》等作品走紅。去到80年代嘅時候，佢就開始轉戰幕後，成為導演編劇，仲執導咗《新不了情》同埋《門徒》呢一啲佳作。而佢嘅作品仲經常得到金像獎同埋金馬獎，實力受到業界嘅肯定。佢嘅成就同時喺幕前幕後都得到高度嘅肯定，實在係外貌同埋才華都並存啊。第6位，溫兆倫。佢係喺1964年11月18號出世嘅，係80年代 TVB 嘅一線小生，以俊朗斯文嘅外形迅速走紅。佢同邵美琪係經典嘅熒幕情侶拍檔，而佢嘅代表作品包括《義不容情》、《今生無悔》、《我本善良》同埋《第三類法庭》等等。而佢喺《義不容情》入邊飾演嘅丁有康，亦都被稱為斯文敗類嘅天花板。
而啲大陸網民更加話喺佢喺我本善良入邊飾演嘅齊浩南之後，港劇再無可戀之人。好可惜嘅就係喺1990年代中期，佢就同女朋友陳梅馨捲入咗一宗金錢嘅糾紛，佢向個女仔追討14萬錢債，令到佢嘅形象大受打擊。呢一位昔日嘅人氣男神，居然為咗區區嘅14萬，令到佢自己嘅形象重創，真係因小失大，令人無言啊！如果佢當年可以守住形象同埋口碑，以佢咁靚仔嘅外形同埋咁多代表作，佢嘅排名應該可以更加高啊！經過咁多風風雨雨之後，佢已經轉戰內地發展，而家同現任妻子趙婷生有一女，擁有一個幸福嘅家庭。第5位，尊龍。佢係喺1952年10月13號出世，原名係吳國良。佢自幼就係一名孤兒，不過就俾一個冇結婚、患有殘疾嘅上海女子收養咗。童年嘅時候就同養母喺香港過住一啲貧困嘅生活。由10歲開始，佢就開始跟住京劇大師粉菊花拜師學藝。佢細個就開始接受嚴格嘅戲曲訓練，所以由好細個開始就已經培養出獨特嘅氣質同埋舞台感。喺18歲嘅時候，佢因為得到咗一啲美國當地家庭嘅幫助，移居咗去美國，仲考入咗美國戲劇學院，成為當時少數可以打入荷里活主流電影圈嘅華人演員。之後佢仲憑舞台劇 F.O.B. Fresh Off the Boat 喺美國度一舉成名，贏得當年奧比獎嘅最佳男主角。喺1987年嘅時候，佢仲被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賞識，主演咗電影《末代皇帝》。喺電影入邊，佢演活咗溥儀嘅一生，亦都向全球觀眾展示咗佢作為一個東方演員嘅魅力。後嚟佢又喺電影《蝴蝶君》入邊飾演一個男扮女裝嘅京劇演員宋麗玲。電影入邊嘅佢盡顯女性嘅溫柔美。尊龍嘅美係屬於藝術品級別嘅，令人難以忘懷。晚年嘅佢選擇隱居於加拿大，成為咗觀眾心目中神秘嘅傳奇人物。第4位，張國榮。佢係喺1956年9月12日出世嘅，原名張發忠。張國榮自小就家境富裕，佢爸爸張活海係香港著名嘅西裝裁縫師，仲幫國際巨星馬龍白蘭度做過西裝添。中學嘅時候，佢就去咗英國升學，去到大學嘅時候，佢就去咗利茲大學讀紡織系。喺嗰陣時開始，佢就已經展露咗對時尚同埋美感嘅觸覺。後嚟因為佢爸爸中風，所以佢就中途輟學返咗香港。之後佢就參加咗麗的電視嘅歌唱比賽入行，正式踏入演藝圈啦。佢五官精緻，眼神溫柔，笑容中又帶點哀愁，係極罕見嘅氣質型美男子。佢喺樂壇嘅代表作品包括有 Monica、風繼續吹等等。佢嘅聲音具有磁性，可以演繹到一啲好細膩嘅情感。而佢喺電影嘅代表作就更加多啦，有《倩女幽魂》、《阿飛正傳》等等。佢所演繹嘅角色層次都好豐富，表演極具靈魂嘅深度。
而佢喺《霸王別姬》入邊飾演程蝶衣，將美與痛同埋柔與剛完美結合，堪稱華語電影史上最驚艷嘅表演之一。現實生活入邊嘅哥哥亦都感情專一，佢同唐鶴德唐唐相識相戀，感情深厚，相伴咗20幾年咁耐。喺1997年嘅演唱會入邊，佢公開表示媽媽同埋唐唐都係佢至愛嘅親人同埋朋友。佢以極大嘅勇氣同埋優雅活出自己，成就咗華語娛樂圈入邊最真摯、最勇敢嘅呢一刻。好可惜嘅就係喺2003年4月1號，佢永遠離開咗呢個世界。但係佢嘅美、佢嘅才華同埋佢嘅靈魂，早已經植根咗喺我哋嘅心入邊。第三位，黎明，佢喺1966年12月11號出生於北京。佢爸爸係印尼歸國華僑，而媽媽係北方人。佢細個嗰陣就跟隨屋企人移居香港。中學畢業之後，仲去過英國升學添。喺1986年，佢就參加咗新秀歌唱大賽，之後就正式入行啦。佢憑住俊朗嘅外形、修長嘅身形同埋溫文爾雅嘅氣質，迅速就獲得大家嘅關注。而佢嘅樂壇代表作包括《今夜你會不會來》、情深說話未曾講，同埋哪有一天不想你。而黎明喺90年代接拍嘅和記電訊廣告系列，更加成為咗一代人嘅集體回憶。而喺電影方面，佢喺甜蜜蜜同張曼玉嘅演出，亦都成為咗經典都市愛情代表作品之一。黎明嘅人行事比較低調。佢曾經同樂基兒結過婚，不過後嚟就和平離婚。多年之後，佢就同一位圈外女友生咗一個女，而家係一個慈愛成熟嘅爸爸。除咗演藝事業之外，佢仲創立咗唱片公司，亦都積極投身於公益事業。不過近年佢受到網民最中意嘅，反而係佢啲金句。我朝早唔會空肚食早餐，核心嘅外圍係核心嘅內圍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暗處有狗咬腳。網民紛紛大讚黎明係哲學家，講嘢有反差文，更加令佢圈粉無數。第二位，郭富城，奇怪啦，唔對路喎，郭富城應該係第一位先至啱噶。唔通嗰隻文文喵偷偷地喺我條影片度做咗手腳？佢係喺1965年10月26號出世嘅。由太爺嗰一代開始，佢嘅家族已經經營咗幾代嘅金鋪生意。中學畢業之後，佢就加入咗 TVB 做舞蹈員。當年佢仲係一個籍籍無名嘅靚仔咋。成個電視台最靚仔嘅男仔就喺眼前咋。當年嘅電視台高層，佢哋唔通冇發現到嘅咩？喺1989年，郭富城就終於迎來咗佢事業嘅轉捩點啦。佢受到台灣嘅邀請，去嗰邊拍一輯電單車廣告。呢個廣告一出，佢就迅即迷倒全個台灣嘅少女，瞬間就晉升為青春偶像。郭富城返到嚟香港之後，仲遇上咗佢人生嘅伯樂經理人小美。佢哋兩個合作無間，小美更加將郭富城由一個青春偶像打造成一個全能嘅天王巨星。而佢喺90年代剪嘅呢一個杜拉格斯頭，更加成為咗佢嘅標誌。當年全個香港嘅男仔都爭相模仿噶。
佢嘅音樂代表作品包括有《對你愛愛愛不完》，仲有《狂野之城》等等。佢跳得又唱得，舞台魅力係無人能及。而佢喺電影方面更加係成就非凡。佢憑住《三叉口》同埋《踏血尋梅》等等嘅作品轉型成為實力派演員。佢仲兩度奪得金馬影帝，演技備受肯定。不過佢嘅事業都唔係一帆風順噶。喺2000年嘅時候，佢喺澳洲嘅悉尼嗰度俾啲壞人設局偷拍，事業曾經陷入過低潮噶。好彩佢最終以專業嘅態度挺過呢一次風波。喺2017年，郭富城就同方媛結婚，婚後育有2個女兒。佢亦都由亞洲舞王進化成為有女萬事足嘅愛女魔人好爸爸。去到2020年嘅時候，因為疫情影響，娛樂圈入邊有好多人冇咗收入。郭富城就決定自資舉辦一個網上嘅免費演唱會，為受到影響嘅舞蹈員同埋電影界嘅幕後人員籌款。唔好睇郭富城嘅年紀已經過咗50啊，佢嘅身材仍然係好 fit 噶，跳舞仲係有火嘅添，被封為凍齡嘅舞王。佢嘅外形同埋活力幾乎都冇退化過。郭富城人美心善，居然只係排第2，唔通萬人喵真係喺暗中做咗手腳？唔通隻衰喵居然發現到一位比郭富城更加具魅力嘅男性？有可能咩？咁究竟呢一個係何方神聖，居然可以動搖到天王嘅地位呢？究竟邊一個先至係第1名呢？5、4、3、2、1，第1位，梗係我哋嘅豹貓王子啦！文文啊，咩事啊？你做乜立亂搞我條片啊？你知唔知我剪咗成日好辛苦噶？乜嘢？豹貓王子係香港第1男神啊！邊個話第1男神一定要係人類噶？喺文文眼中，豹貓王子係最靚仔嘅。你條友真係搞震，冇幫襯啊！有乜所謂？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佢哋自己嘅排名噶啦。各位朋友仔，記得啊，喺留言區度分享你心目中嘅10大香港男神嘅排名啊！好啦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建設性留言，仲有撳埋個鐘仔啊！仲有啊，我文文喵另外有個文文唱歌台，歡迎各位朋友仔嚟點歌噶。好啦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